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窗台，闹钟响起，世界开始忙碌起来。人们迅速穿戴整齐，投入到新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中去。有些人奔波于通勤的路上，有些人埋首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间，还有些人操心着柴米油盐和家庭琐事。每天，数十亿人以不同的方式奋斗住，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目标。然而，正如有人问出的那个深刻而难解的问题，每天都在奋斗，最终我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生命的本质，也像一扇大门，引领我们进入自我审视的空间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无法给出唯一的答案，却希望用冷静、细致的观察，帮助每一个在奋斗路上的人找到自己的方向。一、奋斗的本能与起点。从生存到超越，奋斗的自然逻辑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奋斗最初是源于对生存的渴望。远古时期的祖先每天的奋斗是为了获取食物、避开猛兽，以及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找到栖身之所。他们的目标单纯且明确，活下去。这个简单的目标让他们在饥饿和危险面前依然充满动力。随着文明的发展，人类的奋斗开始脱离生存本身，逐渐转向更深层次的需求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·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，人类的需求从基础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开始，逐步向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、自我实现需求迈进。而现代人的奋斗便是这几种需求交错作用的产物，天性与社会驱动的交织。现代社会中，人类的奋斗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，而是个人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一方面，奋斗是个体内在动力的体现，是一种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；另一方面，社会环境也塑造了人们对奋斗的理解。例如，一个小镇青年考上大学后，面对的是更大的世界和更激烈的竞争。他的奋斗目标可能从简单的改变命运转变为证明自己。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他自身对成功的渴望，另一方面也源于社会对成功的定义。这种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现象，使得奋斗成为人类群体行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二、奋斗的阶段性与目标的变迁。奋斗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伴随着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意义。青春期为未来奋斗，追逐梦想。青春期的奋斗是生命最充满激情和理想化的阶段，在这个时期，奋斗往往被赋予了对未来的无限期望。青少年在校园里埋头苦读，考试备战，为的是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未来的起点。他们的奋斗带着一种单纯的渴望，对知识的探索，对梦想的执着追逐。然而，这种阶段的奋斗也常常被家长、学校和社会的期望所裹挟，变成一场无形的竞争。多少学生因为高考这样一个节点，熬夜苦读，付出了青春岁月。他们的目标或许是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但更深层次的是对改变命运的渴望。成年期责任、义务与现实的平衡。成年期的奋斗则更加现实且多元化。这一阶段，人们的奋斗目标从梦想转向责任。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，许多人努力工作；为了家庭幸福，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兴趣；为了更高的社会地位，他们不断学习，积累经验。这种奋斗虽然看似沈重，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一个成年人为家庭付出的努力，或许意味着无数个深夜加班的时光，或许是一笔笔精打细算的账单，但这种奋斗背后是对亲情的守护，是对生活意义的追求。晚年期回归内心，寻找平和。当人步入晚年，奋斗的目标往往从外部转向内部。他们不再追逐权力、财富，而是更关注健康、时间和家庭。很多老年人会努力锻炼身体，试图延长自己的健康状态，也有些人选择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比如书法、摄影、旅游，重新感受生活的美好。晚年的奋斗与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它更注重对当下的珍惜，而不是对未来的追求。这种回归内心的奋斗，带给人一种独特的安宁。三、奋斗的多样化目标。在观察每个人奋斗的过程时，我们会发现，奋斗的目标因人而异，而这些目标的背后，隐藏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。物质的满足为安稳而奋斗。物质满足是奋斗最直接也是最普遍的目标。
从求职者努力找工作，到企业家拼命开拓市场，物质追求贯穿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一个年轻人在大城市中努力打拼，为的可能是一套房、一辆车，这些象征着稳定和成功的符号。尽管物质目标看似表面，但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些却是实现更高人生价值的基础。精神的充实，为内心而奋斗。与物质追求相比，有些人更关注内心的满足。他们的奋斗不局限于财富，而是为了追求知识、信仰或艺术成就。例如，一个画家每日创作，只为绘出一幅满意的作品；一个科学家埋头实验室，只为揭示自然的奥秘。精神追求是更持久的奋斗目标，它带来的满足感往往能超越时间的限制。关系的连接，为他人而奋斗。奋斗也可以是为了他人而努力，比如父母为了孩子的成长，夫妻为了彼此的幸福，或者志愿者为社会的改善而付出。这种奋斗的意义在于，它将个体的价值融入到更大的整体中，使人感到自己被需要。超越时间的永恒追求。对于某些人而言，奋斗的终极目标是永恒。艺术家、科学家、思想家通过作品或理论，希望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种永恒或许是孩子的成长、家庭的传承，甚至是一份善举的影响力。4. 奋斗的悖论：幸福与压力的边界。奋斗是否让人更幸福？奋斗能带来满足感，但它也可能成为焦虑的源泉。现代社会中，许多人陷入了越奋斗越痛苦的状态。原因在于，奋斗的目标一旦被外部标准取代，个人的自由意志便被压缩。如何平衡奋斗与幸福？明确奋斗的初衷，问自己，奋斗的目标是否真正关乎自己的幸福？接受不完美，奋斗并不一定要成功，失败同样是成长的一部分。珍惜当下，不要让目标剥夺了感受生活美好的机会。5. 结语：在奋斗中寻找生命的答案。每天都在奋斗的人，或许不一定清楚自己在追求什么，但这并不重要。奋斗的意义更多在于，它让我们成为那个不断成长、不断超越的自己。也许最终的答案不在终点，而在这一路上我们经历的风景和变化。奋斗的过程，正是生命的姿态，也是存在的证明。